1982年11月7日，在美国战斗机投奔自由来台湾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吴英金，宣誓脱离中共，加入中华民国空军，当时参谋总长甲颁奖授阶。1997年11月7日，中国中江三峡大坝完成大江截流合龙，这个世界上大的水坝。1994年开始动工，2009年底才完工。起水坝的目的是为着要解决水患，淹过嘛地区中江的水位上升，包括龙门石窟、碧地城、屈原故居等拢淹去。2008年11月7日，经营之神大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举办告别式，享其寿91岁。当时总统马英九亲身颁政府用令，表达国家对王永庆的崇高的敬意。刘兆贤、王金平等当时4位院长替王永庆的棺木砍国旗，但水边蔡英文等正上届有7000多人，拢来送王永庆最后一程。